乡亲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6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总统大选赌煞，中国随出后波。咱太平洋的友邦诺鲁昨昏雄雄和咱断交，转去甲中国建交。咱外交部是表示，中国对去年开始就咧用钱甲因拐，诺鲁嘛捌甲咱讨钱，甲中国咧比价。咱外交部是谴责中国挑工伫大选结束咧变鬼。And itu ada kewin, ya biar orang work, ya kan bua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南太平洋友邦诺鲁总统亚定15雄雄伫政府官方面册发表全国演讲，宣布甲台湾断交，佮承认中国。诺鲁政府的声明讲，为着人民上界大利益，根据联合国第2500号决议，转向一中原则，寻求甲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无要佮承认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咱外交部嘛随召开记者会，宣布停止甲诺鲁的邦交。基于维护国家的尊严，即日起终止与诺鲁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我必须说来得很突然，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的：11点45，他在那边不见我们大，表示他已经心意已定。外交部表示，诺鲁是雄雄甲咱国断交，按过嘛公开，去年中国都积极接触诺鲁政要，以经济援助有关诺鲁转向。新总统亚定10月上任了后，咱方积极接洽双边各项合作计划。不过诺鲁率向咱讨真济金额，佮甲台湾甲中国的方案摕来比价。这个金额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对邦交国所能提出的，再次证明中国在打压我们，利用金钱外交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放了很多钱进去。对诺鲁的做法，中国外交部虽表示俄罗也欢迎复交，咱外交部谴责中国故意选伫咱大选了后夺取邦交国，是想要打击台湾民主的报复行为。人当地友邦瓜地喇嘛出差的部长吴钊燮，第一时间嘛知影这个邦交变化。即马咱国剩12个邦交国，外交部坦白讲，中国也是持续用各种手段打击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强调会密切注意相关的政策发展。总统府表示，对诺鲁做出错误的决定表达强烈的遗憾，并批评北京当局伫选后进行外交打压，是对国际稳定秩序的公然挑战，无度改变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涵盖的事实。教育部指出，目前有52个诺鲁学生伫台湾读册，其中30人有领台湾奖学金，是不是继续发尊重外交部的决定？我会请相关学校加强对学生囡仔的关怀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昨下晡5点多，在66线发生6架车弄做伙的死亡车祸。2台车是因为烧烟全停伫路边，结果后壁货车弄起来了后，造成4个人轻重伤，1个人死亡。警察消防人员出动缉捕破坏被弄害去的汽车，因为一个人受困在车底。若小车被弄到钣金，弄歪曲变形，就知迄时阵弄个力头有偌大，货车车头也猫落去，搁较头前一个车也真做废铁。钣金零件全部那个柜头卡，现场路苍苍全线拢封起来，其中一台车弄甲碎一连，车卡已经落落去，规台车坏伫外侧车道。在66线西向桃园平镇路段，2台小客车先压着，驾驶将车停伫内侧车道，路车查看，想不到后边应该用的大货车对弄头前2台车了后，搁弄原本就停伫路边2台事故车，搁抛弃外侧车道1台车，6车连环弄，造成5人受伤，其中1个人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29岁傅姓男子下车查看车损的情形，后方48岁中姓男子所驾驶的营业大货车，因不明原因先行撞击前面2部行驶在内侧之车辆后，再撞击原因事故停放在内侧车道的2部车。29岁姓部驾驶因为路车看车的状况，结果被推弄，卡在车底2点外钟，送去了后，有关宣告不治。后续爱国丹警方调查事故的原因。现场在暗时8点半恢复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曙光甲桃园市议员领导，也个国民党发言人杨志武，捌开记者会，指控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抄报告，陈吉仲在提起告诉。台北地方法院即摆审判结果出来啊，3个人拢有罪，会当一颗罚金，不过因3个人拢讲要上诉。一高两吃，一鱼两用，
基本上用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文字，7%相同的文字去 A 农委会的钱。去年9月记者会，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树光、桃园市议员林涛甲犯人杨志福伫记者会，质疑迄时阵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过去科技部补助专题计划勘测抄袭，高指控陈吉仲是抄袭惯犯。陈吉仲提起刑事自诉，办案经过2月审理，15依照散布文字诽谤罪，判处林涛拘役55天，张树光甲杨志福拘役50天，应1颗罚金。三人拢表示对判决感觉遗憾，会上诉争取司法公道。如果这种判决在台湾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我必须讲，未来所有的民意代表都没有办法认真的去检验这些国家要员。陈吉仲感谢法院判决现公道，强调学术本该用政治方式来操作甲歪水。不过也感叹，就算安尼，够偌侪人知影法院刑期清白的。我想他只是初步的还我自己的一个公道，但是对当初这样的一个炒作，引起许多负面的声浪，甚至对我个人影响，那已经完全的无法弥补。法官判决指出，张树光等3人有社会历练，畅通人脉甲查证管道，绝无合理查证。最后佫强调，希望了后应会记得假释，令好事反抗执政当局。大选了后，马上对杀在野党，或者绝对会上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会感觉较凉。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山湾是9度之，也让今仔日全台湾低温大约是13度至18度。也让日时的高温伫北部、东半部是有19度至22度，其他所在高温是23度至26度。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水汽有减少啊。甘那村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阵雨，雨水已经无昨昏遐尔高啊。也若暗时村东半部会落湿湿啊雨尔。寒冷的时是吹东北风，甲空气污染物拢吹来咱台湾。昨昏伫云林、马祖空气品质拢有出现红色的警示。也若刷落来这几天，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嘛无啥好，会是感觉式的提醒。另外嘛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拜三温度阁会回温，也毋过拜六呢，阁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会达到寒流的级数。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首先转凉。这一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二、拜三起气温回升，一直到这礼拜六，锋面通过，伴随大陆冷气团路南，会阁变天。锋面通过和冷空气不断递补下，变成了这个大陆冷气团的情况。周六的时候的降雨范围会是最大，就是在中部山区、北部东半部这个地方下雨的情况比较大。受东北季风带来境外污染物的影响。环境部预测，随着南山雨，中部以北空品有希望渐渐改善，也毋过中南部受到扩散条件无好的影响，所落来3天，有缘会是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觉式空品。明天开始，这个东北季风就减弱，会变成偏东风，所以大概还是中南部的地方还是大概都会是橘色提醒等级。另外，后礼拜的天气，国外模式预测冷空气带来的低温会来到个位数的温度，民间有报公司认为，目前初步看来，强度有机会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敢会达到寒流，也需要搁观察，民众会当把握这礼拜3到拜5回温的好天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小学代理老师去年总算争取到全国1致，学校请因爱请几年的，想袂到即摆是出现一国两制。咧校官的时，有的所在是讲代理老师是比较正式的老师，校官校热，若是无行政工课就毋免去学校。也毋过即摆伫台南有学校是要求讲代理老师有领薪水就要去上班，全教总是呼吁全国应该爱统一。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受少子化影响，小儿科住院的医生就收入是创下11年来新低。卫福部即摆就讲，未来重症的囡仔，即破病囡仔恐惊伫国内会找无医生通医，就爱出国去医生看。卫福部的处长王必胜是表示，卫福部会提出新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要互愿意去医同情的囡仔的，在医生上无会有1万块的奖励金，那规个医疗团队嘛拢会奖励，上紧伫春节过后会公布细节。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因应高阶警官退休，警政署伫昨昏公布新的人事案。警专的校长即卖由警政委员彭永玲来担任，另外6都的副局长、督察长，也佫有基隆、彰化、加强15个县市的警察局长，加强183个高阶警官，嘛拢有做调整，会伫明仔进行交接。来关心即届大选，赖清德和萧美琴伫高雄是摕到80万票，伫高雄立委这部分嘛是第3届是一80拢总包。外界就咧风声讲，市长陈其迈功劳真大，有可能会去做行政院长。不过陈其迈已经对外表明讲，伊市长的任期一定会做完做甜。另外，伫台中的部分，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有选调不分区的国民党立委，即摆就风声讲，刷落来卢秀燕有可能会去找民众党的蔡壁如来接这个位，不过蔡壁如讲，伊已经拒绝。2024总统甲立委的选举结束，高雄伫即届大选创下赖萧培总统票80万，立委实出3届8胜过海成绩。外界认为是市长陈其迈伫高雄施政得到肯定，反映伫最后的选举结果。副选有讲也将会担任赖政府阁揆侪人赞同的人选。我在这一次竞选连任的时候，我也特别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承诺，再拼4年，所以我的任期，那我会做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其他都不是我的考量。那你有觉得适合的人选想推荐吗？这个是总统的职权呐。外界关心哪日被选后布局，台中市副市长王玉敏当选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外传即届选举失利的民众党立委蔡壁如，有可能会互人请去做副市长。台中市长卢秀燕是讲，市政工作未考虑选举政治，以市民照顾为优先。蔡壁如是回应这个职务对伊来讲压力真大。这个职位是比较政治性的任命，然后那对我来讲可能压力也很大。那这个是外面的传言，去接这样的一个职务。对整个党内来讲，我觉得可能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是我必须要去考虑的。我可能会去婉拒这样的一个职务。我们的市政工作不会考虑选举，也不会考虑这个政治，完全以市政以及建设以及市民照顾为主。这届国民党伫台中摕到6席的立委席次，卢秀燕的声望也规个拢起悬，一直互人点名未来有机会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甚至有可能参选2028的总统。对这代志，卢秀燕回应会持续专心市政，但是是不是有希望2028甲卢秀燕搭配参选？台北市长周万安表示，大家对政治想济，市政想少，国民党会继续团结，反省并改进。记者综合报道。未来新的国会是3党无过半，民众党有8立委会成做关键的招数。针对2月7日立法院长要选举，民众党8立委伫昨昏因就召开记者会，伊嘛提出新国会改革，要求哪日2党爱具体回应。因嘛讲向同意，因着支持向。2024大选结束，民众党政党票得到超过304万票，摕到8席的无分区立委。新国会即嘛是3党无过半，民众党是关键的招数，也看到2月7日新任立法院长的选举，希望会当摕到院长的宝座，变数真大。这个未来的朝野之间，那我们会很审慎的来考虑，怎么样用协商的方式，用对话的方式，可以取得更大的共识。一个就是加入在野的监督大联盟，另外一个加入在朝的执政大联盟，那他就是变成执政的一份子。民进党所做的事情，他完全要概括承受。那日被请回，民众党是有决定权。在其8位无分区立委开记者会，说明未来国会议事运作的原则，也表达对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立场，向哪日处考虑，要求爱提出4大具体承诺，包括伫第1会期承诺修法。建立国会听证调查，承诺第1会期修法强化人事动议权的审查，承诺伫第1会期修法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并且承诺定期公布相关经费的使用，
贯彻公开透明的原则。请两大党有志于国会龙头的人，先清楚的交代你国会改革的蓝图，具体的回答我们所提出来的这4个承诺。你的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只是先出考题，就看他要不要回答这个考卷。等到他们都提出了他们的答案之后，我们会再讨论下一步的动作。伊若是不是要求拿掉伫你当时以前爱表态，而且若是无表态，下一步是不是家己提出人选？不过想强调，因为2月7日就要选正副院长，民众党重新立场，改革比为更加重要，希望两大党赶紧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对外表示，也望反共军组织用飞弹去射到美国的一只货船，加在是无人伤亡，损失嘛无啥大。美军中央司令部15表示，下晡4点左右，叫做直布罗陀之兄弟车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美国货船伫亚丁湾被飞弹拍到。船运公司表示，直布罗陀之兄是伫亚丁湾外海160公里的所在，互一粒不明飞弹拍到，货舱无什么重大损坏，航行稳定，已经再离开。相关消息也得到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证实。也门反恐军胡塞武装表示，对英美违法行动必然回应，任何新的侵略行动拢会得到处罚。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ة عسكرية استهدفت سفينة أمريكية في خليج عدن。美军军队顶礼拜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摆空中甲海上打击，回应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这组织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为表示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支持。最近一直攻击经过附近的船只。根据安布雷评估，直布罗陀之兄甲以色列无关系，这攻击是为着美国的商务利益。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另外，以哈战争已经满100天。以色列军队继续咧攻击加沙地区，加沙嘛已经有24000人无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款是对外呛声讲，伊要彻底消灭哈马斯，所以看起来是无停火意思。因为哈马斯这边有公布人质的影片咧恐吓以色列。以哈战争14满100天，双方的冲突看起来拢无消停。以色列是继续对加沙南部和中部发动攻势，哈马斯嘛则倔强的抵抗，一个地区爆发激烈的枪战。上时哈马斯嘛公布3个人质的影片，呼吁以色列军方停止甲因帮。3个人质是26岁以中南血统查某囡仔阿加曼尼、53岁沙拉比和38岁斯维尔斯基。对比阿加曼尼去年10月初7日音乐节红白走的影片，即卖伊看起来是真无精神。这段影片并无写翕的日期，敢若伫上尾讲到，阮会伫明仔载甲恁讲这个人的命运。但是做伙伫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的民众早就已经无想要搁等啊，因大声喊口号，要求政府随互人质平安回来。I'm not waiting. We're not waiting because waiting means we need to trust somebody now again, and we lost the trust on the 7th of October. So we are not waiting. We are pushing our leaders to do what is right this time. 哈马斯伫100天前对以色列的境内绑走200多个人质，其中差不多一半伫去年11月底在占休兵的时阵轰放。目前各有136个人掌握伫哈马斯的手头。顶个月，纳坦雅胡捌伫国会讲，已经要求北京斗3天，互以中南血统的查某囡仔阿加曼尼会当倒转来。中国外长王毅14访问开罗，和埃及外交部长会面了后，呼吁开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和平会议。支持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最终实现巴以两国的和平共处。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会议顶悬强调讲，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会继续到完全摧毁哈马斯为止，敢若无想要停火。对以军对加沙开战以来，死亡人数已经到24000人。我是新闻张慧斌编译。冰岛的西南部伫去年底爆发火烧山，岩浆是烧烫烫流到一个渔村，嘛造成真侪所在火烧厝。火山破坏清楚岩浆流到格林达维克镇，
岩浆流经过一栋厝和一间厝都会烧起来，部分范围也可通看到岩浆的滚。有几个所在岩浆流过形成壁唇，其中一个非常晚近，这个镇的石河围离无到100公尺。一位专家表示，这摆火山爆发情况真严重，全镇居民拢撤了了。今年12月火山喷发了后，当局去防护工程，这摆有部分发挥作用。They are not finished. We have seen that they are actually providing some protection for the town, so the lava has changed its direction. But then around noon we had a new shock when a fissure opened within the town, and there is lava flowing up from that fissure. 提早疏散的居民虽然像政府所讲的，唔免烦恼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也毋过看到伊早熟悉嘅路店街甲基础设施荒废掉，有人感觉艰苦。We grew up there. This is so. I miss my Ollie's coffee shop. 广西新闻吴林编译。再来关心南美洲天灾消息，这是巴西大城市里约礼拜迄天上大雨，一天就落1个月的雨水量，规个车路拢淹起，嘛有造成11个人死亡。另外，伫哥伦比亚同款上大雨，则是引起水崩山，灾情搁较严重，有33个人不幸过亡。公路边的山坡大面积崩落来，救援人员当咧抢时间救人，希望救出搁较侪人命。但看到即马救出来的拢是尸体，家属的心情是愈沉重。No sé ni qué pensar, estoy aquí preocupado, ayudando a buscar en la búsqueda de mis familiares. ¿Cuántos son? 4 personas. ¿Tú viniste desde Quito? Desde Quito, claramente, sí. Yo estaba en Quito. ¿No te importa el peligro? No, no me importa el peligro. Yo lo que necesito es conseguir a mi familia. 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桥科省，拜六礼拜六的大雨造成造大水，爆发大规模的水崩山，互这条接至布多市和麦德林市的高速公路，互土石规个断掉，无法度行。当地官员讲，迄当阵真侪民众，加车等的都去附近的民家厝避难，没想到后壁这个避难所嘛，互土石流引起，造成至少33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死者大多数拢是囡仔，目前还有10个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礼拜亲身到事故的现场关心，下令用1.28亿的美金救灾中介，民众这个悲剧哪一直发生？Que no nos sigan teniendo en el olvido, seguimos en el olvido, todos los años pasan cosas como esta, eso no es de una sola vez, el año. 镜头转来隔壁的巴西大城里约拜六礼拜同款是落超级大雨，一天来到1个月的雨量，造成市区大淹水，唔那一运的轨道含车拢淹甲歹去，连北伊内面嘛淹甲干那雨，另外还有店头的损失是有够严重。Estive aqui para trabalhar domingo e chegamos aí, ó, tudo cheio, tudo enchente, tudo transtornado, entendeu? Estamos nesse prejuízo aí, ó. 民众还讲，当年只要一大雨，店家就变作是游泳池，也是色湖，互因拍拼遮久的物件拢乌有去。这场暴雨伫当地嘛，造成树啊倒去、厝海去，含土石流等灾情，至少11个人亡命。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根据国际发展甲救援非政府组织乐施会调查，2020年以来，全世界前5大好野人的财产是直头的增加，而且是加倍。按过呢，全世界所有51人是愈来愈善车，全世界好野善车是愈差愈大。乐施会建议爱甲这大公司甲好野人加扣税来改善这个问题。乐施会上新的年度报告点名5大好野人，包括路易斯威登执行长贝尔纳阿诺、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有个性丰富的投资家巴菲特、甲股份创办人艾利森，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乐施会指出，这5位亿万好野人为2020年以来手中的财富拢总增加到3.3千亿美金。那其中一个人会有机会伫未来10年来成做人类第一个财产超过1兆美金的好野人。We have the top 5 billionaires. They have doubled their wealth. On the other hand, almost 5 billion people have become poorer. So this is the level of inequality that we're looking at. 乐施会指出，这寡善车人口毋那是经济上的弱势，拄着金融海中新冠病毒疫情、通膨甲战乱，也是直接受害上深的族群。那市况的企业独占，带动好野产差距日渐严重。乐施会估计数十年来，跨国大企业的税关减少1/3，互政府无钱照顾善车人，所以善车问题恐惊会延续超过2个世纪。To have a trillionaire within a decade, when we cannot do away with poverty for 200 year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a fundamental choice that we need to make.
陆委会伫报告中主张，政府应该限制大企业 CEO 的所得，同时将大财团拆解做较细公司。另外，也爱加定财富税。当年积出1兆8千亿美金照顾山车人，不过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各大企业家主要国家领袖焦点有计放伫气候变迁，甲陆委会主张永远是无交集的平行线。公司新闻起家真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北韩是试射飞弹扔入去日本海。北韩的官方媒体有对外证实讲，因射的是一粒中程高超音速飞弹，因是用新型的固体燃料，会当提悬攻击能力，而且二纳扎，而且上大射程会当射到美国伫关岛的军事基地。也那南韩的国防部是强调讲，北韩安尼施做，真明显就是咧起无空，已经提出警告，爱北韩随动点。继续关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即马当地瑞士访问，中国是宣布会和瑞士单方面免签的台股，嘛会提升贸易协定谈判。今年两国嘛会举办新一轮的两国外交部长战略对话，而且针对金融工作会议、能源工作会议这部分要互相合作。继续关心英国国防大臣伫今日表示，冷战了后的和平红利已经结束啊！未来世界各地冲突会增加。伊嘛警示讲，5年来世界拢爱面对俄罗斯、中国、伊朗甲北韩的引起的冲突。继续镜头转来过来关心咱即届大选，有真侪外国媒体，也有自媒体 YouTuber 拢有来咱台湾观察咱的选举。针对投票甲开票的方式，就外国媒体是认为讲，咱台湾无运用科技，无够进步。也毋过嘛有人是认为讲，这代表咱台湾人对投票的态度真认真，选民拢会亲身去监督，这是台湾选举宝贵而且值得重视的所在。选务人员甲选票填开，拿化名、拿计票，这是咱台湾人拢正熟的开票作业。一寡外国媒体，亲像美国 CNN、韩国 YTN， 拢指出台湾投票开票拢用人工已经上落伍。但是也有外国内的观选团成员认为，安尼是虽然传统，却也呈现台湾人对投票的谨慎。亲像加拿大的华裔政治评论家龚祖信就表示，开票现场看到电视真公开透明，民众拢会主动来监督防止恶象作业，迄种身为选民的骄傲和责任感，互伊印象真深。所有人都在共同监督，所以就保障了台湾的民主。因为毕竟台湾现在是处在跟这个中共的集权抗争的最前线，所以守护台湾的民主是重中之重。因为台湾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民主的机会的话，那么未来整个全世界都可能会面临威胁。华人观选团当中有120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文昭表示，和美国、加拿大等较老牌的民主国家比起来，台湾的选举文化非常活泼，选举好亲像是全民做伙参与节庆。原底伊在想讲，三党的支持者之间敢会有冲突，不过实际上台湾民众也真理性，对大选的结果普遍拢是平静接受的。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是，台湾民众，在这个选举活动中是理性和激情并存啊。就是我在选前之夜看几个政党造势活动的时候，我甚至还一段时间有点担心啊，第二天大家情绪这么激动，会不会投票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啊？但实际上是非常有秩序，而且大选结束以后，第二天一切恢复正常，非常安静啊，这都让人感受到了台湾民主生活已经扎下了根基。文章嘛指出，根据伊的观察，这些老牌民主国家的选民对政治参与的程度愈来愈低，投票率甚至无到5%。不过台湾尚有到7%，伊认为民众的参与率这么高实在真难得，是这些民主国家值得学习的部分。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也拿总统大选选耍，不过伫网络顶悬选有传一段影片，讲选务人员开票造假。中选会已经出面驳回，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嘛表示，准讲法院认定任何一个选务人员有造假，安尼伊就会死一落台。总统大选结束，不过伫网络顶却一直流传啊像选举造票的影片，甚至有网红转传。为了消除各界的疑虑，中选会15调集6都的选务人员，做伙举行记者会，驳回相关的风声。散播错假讯息，攻击选务机关，污蔑全国24万以上的选务工作人员，说他们选举舞弊，说他们作票，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痛心。
中选会呼吁民众唔通阁攻击选务机关。针对有网红转传这的信息，和民间一直出现中性检票的声音，中选会嘛做出回应。特定网红以捏造的一个方式即可要求验票，那这样的一个验票是于法无据的。中选会强调讲，台湾的民主选举绝对无可能有做票违法的情形，因为选务机关是由无共党派的地方政府合作，佮有完整检票的程序。只要法院认定任何一位选务工作人员，他有违法舞弊作票的情形存在，主委李进勇、副主委陈朝健立刻辞职下台。用乌西部来挂保证，希望各界相信选务人员。中选会强调讲，针对网红的行为，嘛请民众协助收集相关的事证，交予中选会，转予司法机关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牵涉真济贪污案，被判刑20冬。不过，伊对2015年开始就申请保外就医结单，因为伊讲伊的身体无爽快，所以无法度出庭，所以一寡官司嘛，拢已经停止审判。不过最近，陈水扁的查某囝陈幸珠拍官司，陈水扁是亲身代替查某囝出庭，尾也是拍赢这个官司，即嘛是引起议论。顶礼拜六投票日天，本来是牵互陪去投票的前总统陈水扁，若要决定家己举拐啊行去投票所，结束了面对问题，伊是无讲伤济。今天心情安怎？天气很好，天气很好，跟天气一样。陈水扁进前是涉及真侪项弊案，判刑20年定验，入监了伫2015年，就因为病情恶化，而且有性命危险，所以保外就医结单，连带予伊其他当地审理的案件庭审，法务部嘛撤销伊的律师资格。但是这几年，伊身体因查某囝陈幸有的去互诊所开幕的致辞，嘛主持广播节目。最近阁互发现讲，做因查某囝陈幸有诊所的诉讼代理人，对查某囝和病人的医疗官司，阁斗出庭拍赢官司。这个没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这个所以我们还在进一步去做一个了解审查。陈水扁敢有打着红线，中间回应讲，这规范是无规定甲这么有，搁要深入了解。但是法界讲，民事诉讼的代理人无一定爱是律师，只要审判长同意，陈水扁确实是会当去做。该代理人跟本人之间有一定的一个亲属关系，或者有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一个情形。通常来说，审判长会许可来担任诉讼代理人，让诉讼的进行更顺利。那不过这个是限于民事案件。靠陈幸有的诊所是无人接，新闻做好进前无法度知影因的回应。只是陈水扁保外就医，阁会当为着查某囝来写诉状出庭，难免会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公司化。即摆有真侪员工是头路，无就是提早退休，地书卡手无够。最近代替北区要请休寒做线工的工读生，即摆产业工会是批评代替，拢无提早应用好人力的问题，煞带头开遮尔低薪水咧请人。也若代替是回应表示，算点钟的也是做线工，也是工读生，拢是旧年就有的招募计划。两边都通，然后从4月台下其实往台东的。咱们县是无用得到引导旅客，无外国这售票口，阁发出警示的声音，阁要较紧过去排队状况，家机器拆开，真正看内面安怎。结果是有人无细字落钱入去。代替的站务员最近因为公司化了后出现离退调，真欠人力。有员工讲，亲像大车头的票口原本是配3个人，即马剩1个。现在很多时候其实他们都是1个人而已，没有办法去应付旅客的那个进出这样。他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他没办法处理。人力缺乏对我的明显影响就是，如果我想休假请假的话，就会被主管就会跟你讲说人力不够。有内部的员工伫社群网站是打招募的信息，北区营运处找休寒的工读生，工作内容是到家收票、引导旅客、走动式的服务，还有车站其他指派的任务。早起6点到暗时10点之间排班，时薪是上低基本工资。这是代替元旦挂牌了第2摆找临时人力，代替产业工会批评讲无成重视欠人的问题。会有一个空窗期，是这个1月31号申请优离退的人会全部离开。今年6月以前。我们相关的人员正式的人力还没到位以前，确实在我们的车长、副站长以及站务人员上面，正式人力我们在工作上的压力也会变大。
产业工会分析讲，目前车长和副站长拢至少欠15%的人力，所抽调车务员训练了，才对内部来升，会当看到速度来过年的疏运第一线的压力会真大。对这台铁公司总经理方辉生讲，不管是找实习人员还是工读生，拢是去年台铁局的时代都已经定好的整体招募计划。部分工时大概都不是主要的关键人力部分。那我们的关键人力，我们现在也都陆续的替补啊，所以应该也都不会影响。方辉生讲，目前台铁公司有替离的人数大约是900外个，和预估的差不多。目前虽然有在找临时人力，但是关键基础人力并无欠。对产业工会发起依法休假的人数，公司嘛继续掌握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因为肝癌伫昨昏过身，有医生是表示肝癌的早期是拢无症头，提醒民众总共是感觉讲腹肚会感觉胀胀疼疼，人会神神食袂落，佮常常变瘦，有这症头就要赶紧去医生看。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15号早经过出来人证实，因为肝癌伫台北荣总过身，享受83岁。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年来，肝癌是个人10大癌症死亡原因排第1或者是第2名。每年差不多1万人被诊断得了肝癌，也有7000多人因为肝癌过身。早期的肝癌，我们都可以透过像是电烧或者手术或者换肝，积极的治疗，都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治疗的效果。研究是到了差不多5年，其实就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他就有复发的风险。医生讲，肝病是咱国的国病，盛行率会这么悬，主要是跟慢性的 B-C 型肝炎有关系。若是感染到 B-C 型肝炎的病毒，民众会先有一段慢性肝炎的期间，经过几多遍肝炎发作了，进一步会让肝纤维化，变做肝硬化，搁再慢慢变做癌症，而且肝无疼的神经。到身体无爽快去病检查时阵，定然拢是尾期啊。另外，啉酒也会造成酒精性的肝炎、肝硬化，增加得癌的风险。它是沉默的器官嘛，它不会警告说我哪里出问题啊。所以当它开始有警觉的时候，都会造成这个脏器已经受到这个癌细胞的侵袭到一定的程度。医生提醒讲，若是本身就是慢性 B-C 型肝炎的患者，一定该接受治疗，或者是定期做肝功能加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因若得到肝癌，可能会出现包括腹肚会胀、会疼，人会夜先食袂落饭，体重变轻、黄疸，脚会水肿，腹肚会积水。然后出现相关症状时阵，就要赶紧去看医生，才袂延误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疾管署伫进前有预告讲，咱国内新冠疫情伫过年的前1礼拜会上界严重，所以嘛建议乡亲伫即阵爱紧去注意风险。也毋过即马是风声讲，去年底到会的 Novavax XBB.1.5 这款预防剂，有一寡预防剂无合格，咱已经要求厂商换货，所以目前欠货。致使一寡医疗诊所已经暂停开放预约 Novavax 的预防剂。国内第5波新冠本土疫情升悬，3个月以来，累计超过500例新冠死亡病例，和新冠疫苗出现抢咧做的现象。不过，即马所传出，去年底到会 Novavax XBB.1.5 疫苗大欠货，民众想要做来做袂到，基层诊所预约的名单已经写几啊张啊。因为有预约的民众，所以几乎都一定会打完。然后还有一些民众，他们其实还在我们的预约名单，但是他们苦等无疫苗可使用。那诊所欠疫苗，台北荣总台新光电医学中心也陆续伫官网发出公告，这礼拜59起暂停预约注 XBB.1.5 疫苗。对此，疾管署表示 ，Novavax XBB.1.5 疫苗到会46万多剂，其中16.5万剂无合格，已经要求换货。目前厂商已经补件送回来台，当地食药署进行封检检验，预计拜5放行，上紧后礼拜2就会配送到医疗院所，互民众注疫苗。第2批大概是16.5万剂啦，那我们大概预计大概下周2应该就可以开始配送，那医疗院所应该在这个周末结束之后，陆陆续续就会恢复这个网站上面，可以让民众来上线来预约。
这款事有股，这波疫情下伫1月底2月初达到上高峰，但是确诊上看1.5万人，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注疫苗。那根据统计 ，XBB 疫苗累计已经注108.2万人次，其中注莫德纳有104.4万人次，注诺瓦菲斯有3.8万人次。两种厂牌拢安全有效，12岁以上民众请选择一种来注。6个月以上91岁儿童是只限注莫德纳 XBB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台南。台南种红葱头主要是种伫北门甲七股，占咱全台湾9成的产量。即阵正在采收，也毋过有农民是反映讲，因为气候的关系，气候影响产量甲价效拢真歹。也毋过农会是表示，产量其实无减，有较少是因为农民管理的方式无同。一透早农民伫咧田里卖咧甲葱头买甲紧，加好势了后，通要甲红葱头摕去卖。伫去年过年前后，红葱头当进入产季，毋过有农民讲，近来天气多变化，万年寒，万年热，致使部分地头红葱头规个打起，产量减真济。毋过北门农会出面补货，目前平均产量参去年相差无介大，因认为主要参各区土壤有关联。像阮遮一分地加一个千外斤啊，这无够成本。啊，今年产量大概平一年大概减几成？你跟我算？减差一半。明年想要减少啊，袂好。像哪讲？像哪？啊，要工资贵，啊，物件要好价。北门啦吼，应该产量是甲往年吼这2档啊来应该是差不多的啦。吼啊，咱的肥配管理啊，吼啊，甲咱的管理的方式吼。多多少少拢有原因啦。红葱头主要产地伫咧台南客家、北门甲七股，栽种面积大概900到1000公顷，是全国上大的产地。北门区公所表示，因遐是咸分地带，所以摘出来的红葱头拢较香嘛较咸。为着带动地方产业，公所按算月底要办红葱头文化节活动，互民众体验加葱啊、加白葱头的心情。这个产季吼，来办这个红葱头节吼，咱个现场吼，阮的吼这个咱的民众吼。来体验这个剪红葱头的多这个红葱头的这个特色的料理哦，还有这个一个编织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编织。经过了解，红葱头种落去了后，上紧来等3个月才通采收。农会指出，现初时产地价销大概每台斤20到23块。因讲其实各产地价销无同款，要先看实际红葱头的大细粒甲品质。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也那咱讲来第一条轻铁的环状线就伫高雄，高雄轻铁用10年的时间，路线总算接做一个圆。元旦开始试营运，其实轻铁咧走的路线有一半拢是承接过去1950年高雄港临港线的旧铁路，即马用新的面貌，继续咧传承100年的历史。专门载货代替 S204号机关车，2016年最后一班车对高雄港站驶走，选过这条创造高雄经济奇迹的临港线任务告一段落。第一临港线大概是民国56年吼，为咱高雄港遮开始哦，啊尾又经过林仔寮的车站哦，啊甲咱这个中岛车站啊甲咱这个前镇车场。哦，啊，尾啊去到高雄站，大概有13公里外吼。早伫咧1930年，临港线就负责运送军事用品、化工品，营收伫咧1990年来到高峰，一年赚超过3亿6千万。不过好光景并无维持上久。1995年过，临港线附近的石化产业、重工业烧线关厂，货柜的业务也豆豆起，互高速公路取代，高雄港失落20年。咱台湾的迄个环保的意识啊，已经拢抬头啊，吼啊，包括工资啦，迄阵大概流到什么大家乐啦，吼，所以迄阵台湾规个社会有哪有足大的改变。2001年，捷运局开始研究轻铁的可能性。路线对蛤蟆星出发，经过朴日、梦时代、轻铁机场，再去考对市区、科工馆、美术馆、高山站。规个环状线就若像过去临港线的放大版，是一个更较大的圆。2024年元旦，轻铁正式试营运，对港区驶到市区是用10年，才到路线接做圆。过去是讲，这个铁路的线路是服务者的码头，
即马就是讲，这个城市伫发展的时阵，嘛有观光，嘛有商业，用这个更较大的圆来接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高雄市的产业的典范移转，所以要大家接起来的，就对永春乌蛇的吼，大家足讨厌的种大火车，即摆就转型变做真水的吼，轻轨吼，伊本身就是一个街道家具啊。100年历史的临港线，带领高雄港区的经济发展。100年后，高捷福轻天来行，要继续带高雄走向新的未来。记者洪敏珍、刘伟祖高雄报道。嘛是咧高雄的红叶主会堂，建庙是超过1家子，进前刷去大树区重新起庙，规间庙即马是用家己红仔代替彩绘来装塔，实在是真罕见。庙方就表示，虽讲做家己红仔较爱开时间，毋过呢，袂遐紧就落漆，是希望会当将家己的传统文化拢保留落来。加入去红叶主会堂内底，立体高级红仔就伫边边，毋留北山过海，阁有观光孙悟空顶神尊，这是高屏地区真罕见的庙宇文化。另外，庙内面嘛有用高纸小艺术来展，摇伫金庙故事。庙方表示，高纸红仔代替彩绘，较袂落漆，嘛保存较久。当初建庙是遵照母娘的意思，毋望将传统艺术保留落来。伊讲后，伊起一世人的庙，毋捌咧起着庙讲。敢若像迄规个庙拢，就是讲有管规个氛围，就是拢家己的故事甲家己的特色，包括即个教主头，伊讲伊嘛毋捌咧做过安尼。红叶主会堂主要是建窑伫金庙，原本庙伫红沙超过1家子，尾仔刷到大树区。经过2年筹备，14总算开庙门，迎接圣将。这间庙阁有特色上经团，那上经的刻甲雕拢是老师家己设计。庙方表示，即马真少庙宇有家己的上经团，拢是外口请的。那一旦阮这上经先来规棚出来有一寡经文、一寡经典是你外口拢听袂到的，这经调经文是拢共款，但是经调就是我家己去创一寡经调咧偏路遮的人会当上互团体。庙方表示，应该1年外时间制作高纸红仔，将母娘的故事用立体方式呈现。因阁有建花道新义甲普渡宫，嘛是南台湾唯一建这2尊神明的庙宇。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要晚年啊，真侪人都要开始准备大饼扫啊，不少人会先用鸡毛枪啊来清炖，也阁有伫中华的保盐，就有一个在绑鸡毛枪的老师傅，伊已经70外啊外，做鸡毛枪已经做1家子啊，拢是纯手工，每一步拢无咧凊彩。即几档嘛开发新型的鸡毛枪，互传统的手路有新的变化。倒手垫棉仔线，正手念鸡毛。老师傅陈中路当来做鸡毛枪。伊讲早前年仔节啊，才有咧抬鸡，鸡毛大部分拢等印刷，当时日子歹过，所以伊的老爸就去捡鸡毛，当来做鸡毛枪卖钱。伊16岁开始缀咧学手艺，一做就是1家子。陈中路做鸡毛枪，佮依照鸡毛分类，当地毛、色水拢真讲究。无你的毛，无加只平毛，佮再来就是阿妈棍毛。佮再来巴肚的毛，这规工4毛，但是分开较好看啦。一般咱咧做分开做开较规模，这较水啦呢。过去因为鹿港木雕不拉店的出现，带动中华鸡毛枪的需求，加上鸡毛枪有起价意思，入厝价带嘛拢会买。所以当时陈中路的鸡毛枪伫地方通人知，虽讲即阵手工鸡毛枪稀微，但是做60档的感情，嘛互陈中路毋甘放。这温情真大，咱迄阵无得产，即互咱起价起啊，感情啊，种意义啊，你讲无做，感觉真怪啦。利润歹啦，歹啊都忘减啦，嘿啦，有通做了，做惯是大家拢较属鸡毛捡来卖阮啦。陈中路表示，做鸡毛枪已经1世人咯，讲歹做感觉真拍算。这几档伊嘛有开课教人绑鸡毛枪，以及开发无共造型的鸡毛枪，伫传统手路中求变化。陈中路用伊的手艺，互鸡毛枪毋若是摒扫的工具，嘛正做生活中的艺术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关心。
墨西哥的国会去年有办一场听证会，有点出2份公示伫秘鲁发现外星人的遗骨，引起秘鲁的政府质疑。后来呢，秘鲁的政府就伫机场阁查到遗骨，经过调查，经过专家即摆调查，发现这遗骨根本就毋是啥物外星人，墨西哥去年等的有可能是假。身形细汉大粒头壳，敢若3支镜头啊，看起来亲像科幻电影内底的 ET。这两区去年9月，伫墨西哥国会一场听证会展示，好亲像外星木乃伊的遗骸，捌造成国际话题，也引起秘鲁政府甲专家的质疑。无偌久，秘鲁政府搁伫利马机场查到2具，本来要寄去墨西哥，外形也真亲像外星木乃伊的人红啊，搁再引起话题。专家尾仔进行调查，12公布结果，因根本都毋是外星人。No son extraterrestres, no son intraterrestres, no son una nueva especie, no son híbridos, no son nada de esas cosas que dicen este grupo de pseudocientíficos que durante 6 años han estado presentando estos elementos, dispersándolos, presentándolos en el Congreso mexicano. 考古学家是讲，这红啊用人甲动物的骨头组装，结果用合成加水黏起来，摕出去骗人。虽然专家无明确说明调查2具人红啊，甲墨西哥国会展示的这2具遗骸敢有牵连，不过因也讲，所讲的外星木乃伊拢是骗人的。Lo que hemos presentado acá es ciencia, no es pseudociencia. La conclusión es esta que ustedes están viendo. Esto, en términos simples, es un fraude. 专家批评假科学家用秘鲁的马丘比丘加纳卡斯线假讲有外星人，科学已经踢破这个骗局。但是这个假红啊是谁做的，抑个到底是谁的？检调当进一步伫调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影伫南美洲智利的上南边是巴布亚徛鹅的生态地，这款徛鹅因的头壳顶也个目尾有白白，这是因的特色。不过最近呢，科学家有发现一只，毋那敢若目尾白白，是规身躯拢是白的，应该是基因突变的白化症、白变症，所以才规身躯白白，看起来真特别。有人海去被就研究规身躯的白毛，这只徛鹅仔生得甲东坡完全无共款。Responde a un animal leucístico, en donde si bien el pigmento está presente, no está presente en toda la totalidad del ejemplar. Estos casos se repiten en diferentes especies, hay casos de jirafas. 原来这是一只有白变症的巴布亚徛鹅，因为基因突变造成欠所有的色素类型，头壳顶的乌白毛只剩白色。白变症甲咱常听到的白化症无同，虽然拢是遗传疾病，也毋过白变症动物的目睭的色水，通常也是一般的色水，无像白化症，因为视网膜甲虹膜欠黑色素呈现红色。那这寡白变症徛鹅恐惊命运生存危险。En este caso, al ser un animal que tiene mayoritariamente el cuerpo blanco, puede favorecer a que un depredador pueda cazarlo más fácilmente y es por eso que también los casos de leucismo son muy raros. 这顶巴布亚徛鹅生活伫智利的南极领地，因的头壳顶有一条真宽的白色条纹，行路毛又真古锥，所以也红叫做白白徛鹅，也是新树徛鹅。唔难看因细粒子只有大约75公分悬，因的尾溜像扫帚，是世界上游泳上紧的徛鹅，时速达到36公里，会当讲是徛鹅界的最型级。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再来关心东北路。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外岛11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